再来看，今仔透早，台南市第17线溪树仔路段有一台轿车，可能超速又搁超载，启动到路边的石子，车弄甲密密麻麻哦。车顶6个人，有2个人飞出去，受伤拢真严重。车祸的原因搁会调查。18半暝1点外，一台黑色轿车雄雄失去控制，家己驶去往路边的红门头火闸。因为车的速度真紧，佮直接弄去哩。这台轿车唔但喷火车，佮变几热烈。有人直接为车顶风害出来，一直到车完全动落来了后，车顶其他的人才赶紧走出来检查详细，通报消防局。因为这一个状况出来，大家都在动哦，来有当时恁那条不条变过。时常发生吗？对啊。事发地点就伫第17线上北側向的溪樹路段，規台車攏甲密密麻麻，現場閣有碎糊糊的零件，連引擎攏飛到路邊的樹林內底。到底敢是因為駕車才會失去控制，或者是駕駛家己超速佮超載？警方要閣愛進一步調查。自甲客車沿滨南路從南往北行駛，自撞路邊護欄，車站3男3女這座章分別中乘到幾枚標護。附近的民眾講，這個路段有挖角，半暝時啊，車攏駛甲真緊，常常發生車禍。而且這台轎車哪像是超載，佇挖角失去控制，才會發生事故。啊，若車頂6個受傷的人，加載攏了精神，駕駛嘛無食酒駛車。警方刷落來嘛會繼續追查車禍的原因。記者溫正雄台南報道。